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相关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相关是先生缘主人福。先生讲的是医生，主人就是表示来病院看病的民众。病人若是甲医生有缘，双方拢会使伫咧治疗的过程进行甲真顺利。这句话会当讲是早期台湾人互医生看的铁盒，意思是看病若是要找到好的医生，就要看家己是毋是有迄个福气，有福气才会当拄到好的医生，身躯的病痛才有法度解决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